不是為了他的孩子和孫子，他是為了我們的孩子和孫子。如果大家想想，我哋可以日日叫人哋做傻仔嘅，藍冠英、林吉祥，佢哋如果去做官，都唔使食咁多擺咖喱飯，係真嘅呢位。我太平國會我知道噶嘛，我下低有一個地方好出名嘅，叫夾滿丁。夾滿丁我係縣長嚟嘅，歡迎大家報名食嗰個咖喱飯，過一百一打見打得嘅。你以為嗰種飯好食啊？係咪？藍冠英同埋林吉祥坐500監。500監，你去坐啦！你咁中意坐，我好驚啊！同你講，我驚我老婆更加驚啊！但係我哋驚點解我哋就行出嚟？咁我哋可以知道，一定我有人行出嚟，我哋 fight， 為我哋國家爭取，咁樣呢個淨係國家淨有希望，我哋嘅鬥記淨有前途。你明白冇？所以如果你諗話呢幾日砌 CD 講乜嘢？佢講。林吉祥去做副首相嘛，去做部長，所以嘛所以可以落咗開參選。我問大家，火箭有29個國會議員，貓話淨分15個，那接都俾佢4個部長。如果真嘅林冠英同埋林吉祥加巴斯可以做官啊，一早叫拉尖嚟怡保傾掂數，係咪最少翻到100多部長？我假你都係青年體育部長，係咪？但係點解行動黨唔可以做官？因為火箭黨係有尊嚴、有原則、有立場嘅政黨。我們是有原則、有立場、有尊嚴的政黨。我們不屑和國政的貪污腐敗、狼狽為奸。我們不屑跟巫統的種族歧視政策一起為伍。我們不屑跟他們一起吃人民的錢，所以行動黨選擇走自己的路，行自己的路。我們願意跟人民並肩作戰，跟人民共進退。所以各位，我們給了國政56年。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我哋可以俾國產56年，陳寶珠嘅時代俾到周杰倫嘅時代，係咪俾一擺機會5年，俾埋連做一擺公道冇、公平冇、靚數公平冇？係咪？你做得好咪繼續支持咯，好似檳城咁樣。做唔好啊，換翻國陣都會死咩？唔會死人噶嘛，係咪？5年啫嘛，做得好咪好咯。你冇睇報紙而家988又好啊，乜鬼買 FN，日日都用個回教國嚟嚇你哋。5年唔換政府，你哋全部男人排隊。你知道排隊做乜嘢冇？排隊回教國，全部嚟洗清潔，我當爛椒。1970年講到而家，如果炒一碟飯啊，嗰碟炒飯炒咗30幾年啊，你仲食嗰個30幾年嘅炒飯，臭酸嘅飯食落去一定包你入廁所，啱唔啱？一樣嘅道理，冇嘢好講，又日日用呢個嚟學人哋，有可能10年冇。馬來西亞如果要實行伊斯蘭刑事法，你最少要146個國會。回教黨才打多少個國會？76，贏完不到1/3。他有可能贏完嗎？他贏完就是巫統輸完，巫統也不可能輸完嘛，對不對？最多咪贏30、40個，仲有40支火箭坐裏邊，佢係通過回教國連白之兵，話是亂計夠啦，夠得好。你以為我哋傻啊？問㗎，你話我哋同我馬華一樣啊？唔同嘅，林吉祥我哋坐裏邊。如果你通過有咩唔公平嘅，我一定擼到佢夠啦。我哋有火箭炮，所以唔同嘅。我哋入去開會唔係好似國陣咁樣，攞一粒嘢，攞一個波刀，全部都得。我哋入去就係攞機關槍、火箭炮嘅，唔啱就摔佢就啱㗎啦。所以大家放心，100機會，你俾5年、10年做下。頭先小馬哥媽同大家講，我而家越諗越興奮，越諗越爽，你知冇？我等住明年過年啊，我行嗰個林北大道唔使錢嘅時候啊，特登仔唔滿油啊，冇事做都行一輪翻嚟爽啊！等到30年，如果你冇換政府，佢又繼續收我哋嘅糧，吸我哋血，白
我哋嘅毛，到幾時你知冇？2038年，2038年我都去富貴山莊啦，我都揾獻計個南無佬嚟啦。點解我哋去咁委屈？呢個國家係我哋嘅人民嘅，憑乜嘢咁樣我哋剝削我們，對不對？第二條我越諗越爽，我有審過鬥記，而家我諗到啊，下次佢哋去大學讀書唔使錢嘅，我行路都有風啊！同你講，你嘅鬥記都一樣，小學免費，中學免費，入孖弟，國大、理大、北大、工大，全部全民免費教育，好唔好？第三條，靚嫂啊，你喺屋企湊仔啊都有糧銀出㗎，你唔知嘅。萬年做政府，你幫你老公湊仔，一個月俾你50蚊，一年俾你600蚊，年年俾到幾時？俾到你得閒嘅時候去欠街嗰度為止。呢個叫家庭主婦基金，好似公積金咁樣，年年俾600蚊。老人家更加爽，一年俾1000，60歲以上，5月5號過後你攞登記嚟，我幫你舊街廠登記報名。入咗名，明年過後俾你一張 ATM 卡，時間一到，錢就咻入去。你話1000蚊幾爽都唔知道。你老公攞1000，老婆攞1000，一年攞2000，一屆選舉有5年，你攞10000蚊。你去中國撩翻嚟，記得剩翻少少捐俾火箭黨做大選基金。鬥記我哋照顧細佬哥又照顧後生仔，萬年已經通過響成個怡保俾大家免費嘅 WiFi 上網唔使錢，檳城已經做咗，你上網唔使錢，檳城已經做咗，我哋等翻怡保去做啫。但係嗰個乜鬼黑人牙膏唔可以做，冇相干，我哋送佢2支牙膏，叫佢翻去班多慢慢刷牙。係真㗎，唔係咩？嗱，你睇後生仔，我哋又估你仲冇相干，有一隻老人家，如果你屋企有一日真嘅有咩冬瓜豆腐，係咪就咁樣去咗天堂？人在天堂，錢在銀行，連政府寫白金，一個人寫1000蚊，死咗都照顧你，最後還要告訴你送你一程，還要唱吳奇隆的祝你一路順風，咁閃啫。所以呢排5月5號，大家就唱曾雪瑤嘅《我和你吻別》，啱㗎啦，唱一首吻別俾佢聽。如果唔係咧，你又唱另外一首歌《分手吧，分手吧》。50年啦，係時候換下政府。我嘅老友有個朋友，我係馬來西亞10大歌星，叫佢名叫關德輝。你有聽過關德輝冇？關德輝講過一句話：人的一生如果只有一道菜，那個人的一生是很可悲嘅。我哋食呢個國陣呢道菜食咗56年，嗰個梅菜冇食啦，換下食娃娃菜啊，換下食青龍菜啦，係咪？換下好味唔使死人噶嘛！你睇之前我哋做吉拉州10個月，你嘅老公有當撚椒冇？冇嗎？你有講舊街廠嗰個雪花啤酒冇得食冇？冇得飲冇嗎？你嗰個 3D 萬字冇得買咩？有嗎？麻雀照打，舞奏照跳，麻雀照跑，係咪？有咩問題？有咩大不了？所以如果我哋贏咗，嗱而家我哋贏咗 ，Nisa 做翻都冇第神 ，Nisa 同埋黑人牙膏比一比，一睇就知，一個咁靚仔，另外一個冇講啦，講到都反胃啊，係咪？你有得選擇㗎嘛？你媽話就講，你睇火箭係出賣同人，我問你，原本係同人可以做州務大臣嘅，但係邊個通過吉拉州嘅憲法？誰通過霹靂州的憲法？憲法規定，正業只有馬來人或者是回教徒可以做州務大臣。如果一定可以攞到公沙嗰個白毛，公沙嗰個蘇丹批准 accept 淨可以。所以而家我哋就算在修改憲法，你都冇3分之2點樣修改。但係呢班人就屈我哋，你睇火箭我贏咁多，特登讓俾嗰個回教黨。所以呢個係乜嘢？呢個係阿茂整餅，冇果用，整果樣出嚟。我哋又俾，如果又相信，又多一輪。所以56年係時候，我們在馬來西亞要建一間新的華僑，還比中國建萬里長城更難。
要建一间新的毒中，还比坐火箭上月球更难。但是要建一间有毒的毒蟲稀土廠，還比煮 Maggi 麵更容易。呢個係乜政府？呢個就係扮賊嘅政府。福建人講呢個係陳倉嘅政府，所以舊擺我哋冇得選擇。後尾佢又食水。之前你都睇到咯，dulu kita hanya tengok dengar pemimpin barisan nasional. Oh ini curi tanah, ini curi duit rakyat, itu curi bara, itu curi ini. Sekarang lembu pun dia curi, susu pun dia prek, bulu pun dia ambil。剩翻乜嘢？乜都冇得剩，仲爭人哋而家5000幾億。如果冇換政府，拉屎都拉財繼續咁樣亂咁派，借錢嚟派，同阿窿借嚟派。大選過後，我哋就知死，一定攞人民力開刀，呢刀殺落去，唔係講次次仔仔斯斯文文，一定俾到你狗血淋頭。所以有得改嘅時候，一次過，接班就是可以多啲啲會咁靚。唔使驚嘅，換政府有咩大不了？你睇去年選舉，睇到去年選舉，丹麥、富利國政府選舉，警務們到，葡萄牙警務到，荷蘭到，西班牙到，法國到，泰國到，菲律賓到，這一次印尼差一點點到，新加坡也反，所以馬來西亞5月5算，我諗嘛是可以多，對不對？你睇新加坡做得咁好，我去新加坡睇佢大選，好多人着衫，我哋呢度着嘅係新政府新希望，我哋好斯文。新加坡人好有串，好有創意，佢哋着咩衫啊 ？TBT， 我問佢咩病嚟嘅 TBT， 佢同我講小販賣嗰個衫，打玻璃打痕。新加坡做到咁好，我哋而冇幾多人去嗰度做工係咪？佢哋自己嗰度生活都寫 TBT 打玻璃打痕。我哋呢個能鬼政府，你話呢個政府好啊？嗱，你睇下，你日日一開 radio 啊，肯定你又睇到啦，佢係唱歌唱咩歌？怎麼能革命了，何必啦？有冇聽呢個歌？事實上佢係唱錯咗。嗰個呢啲嘅 DJ 同我講，佢真正嘅意思有啱好嘅，佢係講真的爛更別爛，特別爛。真的爛根本爛，特別爛，叫你快快換啊！還不換啊？換了才會有希望，換了才會旺。誒，呢個係咪講笑啊？56年嚟，馬來西亞是江河之下。哇！又係半夜場，記者都好攰啦，12點。我同大家講，我睇4月30號仲有一場鹹魚街，仲有一場最大場嘅5月4號。5月4號邊度地方都冇去，到時好多人翻嚟，我哋就呢個地方呢個地點5月4號，成個怡保區嘅人全部出嚟，俾呢度超過10萬人，俾阿拉士敦一齊睇下咩叫玩呢行好唔好？5月4號拍拍個手，嚟嘅時候着3種顏色嘅衫，黃色、綠色、紅色，讓我們讓這3種顏色大放異彩，讓我們5月5換政府，新政府、新政策、新希望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free